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20，马太福音28章6节安尼讲：伊无伫遮，因为伊已经告我，照伊所讲的。恁来看主所到的所在。三角来祈祷，互耶稣对死国我，互昏蒙正空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悬至大、至圣至尊的独一真上帝，你的名伫全地到这悬大，你的信息悬过这个天，你的公义遍行伫通世间，你的慈爱。永远伫地，我要来高举你的圣名，也要保养你的好名声。主啊，我要一生称颂你无煞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因着你的疼愿，甘愿为阮背起十架来承担刑罚。主啊，这是你完全的疼，是胜过死亡的疼。因为你对死国我，互阮有永远的毋忘甲活命，亲像国我的早起，天使所宣告的，你无伫遐，因为。你已经告我，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